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客家名路学院。我呢就是今本日的主持人李家。唔知大家呢伫两日嘅时间都伫做乜嘅呢？像系自家就空都不下伫位度，但是有常时呢，每位老不下人向下来做派。但是最重要呢，当然就系老朋友向下出去了啦。唔知大家出去了都去哪边了呢？你呢又系用办来去交朋友呢？故说。今日俺哋嘅主題就係交朋友嘅主題哦。像我記得啊，我頭擺交朋友嘅時節，就係啲讀書嘅時節，交嘅朋友，哇，係我最好嘅朋友。嘅時節還記得唔敢老佢講話當好笑誒。但是呢，俺今日呢，俺分咗四十部分，四十部分呢，大家都可以看得到，俺愛用辦用。簡單嘅客家話，老大家、老朋友共下來打嘴鼓，用辦嚟邀請朋友來屋下了，邀請朋友共下來搞遊戲，也條客家嘅意思用意，基本意就係教大家也交朋友嘅主題哦。咁一下呢，我就共下來看一下，到底會發生呢啲嘅事情？我要用辦呢來用客家話共下來交朋友，一下我就共下來看咯。